西生椰，欧的了没有试过，刚刚开箱。OK 哦，这个防蚊之余又有一点 privacy 这样。现在要准备今晚睡觉的地方啦。首先，今天真的是开箱子看，又要试一下上野。睡觉不怕蚊子。Hello， 好久不见。是很久，我看有两。哎，我们一见我们就来 camping 了哎。是啊。是不是耶 ？OK， 我们现在我刚才用了1个小时 set up 全部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看。我应该也是要破我的记录。很明显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搭配，就是有一个架子。就放一些煮东西的东西啦，简易的啊，这很简易的。我是走 minimalist 的路线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其实它是可以铺地上，然后它也可以拿来，总之就是一片布，然后你好像你讲怕撇水嘛，你要就是多用途的布。对，多用途的布，好像有一些人他 fly 很大，然后你就觉得你要坐地上，你就可以铺啊坐地上，把它很薄啊，所以你坐地上屁股还是会痛。所以就是一张 camping 椅子。然后我们要开箱这个叫什么？蚊帐 ，OK， 蚊帐啊，看不到，因为有一个 monster fly shit 太强大了，这个蚊帐哦，我必须要讲啊，其实没有想到它真的有用。然后就我睡觉的地方，以防万一带了个 sleeping bag， 然后位置很宽敞，我还可以放一堆全部就收在这里了。然后外面就看起来好像很干净。然后有一个小小个的 ice box 加水，这样 very simple。然后隆重介绍，这个是豪华版的，轮到他开箱他的。我们今天开箱好多东西哦。有蚊帐。OK。你看这个就是豪华版的，也是有在 sleeping bag for in case， 一个人睡2个位置。哎，我要买那个，它还有 backdrop 哎，我啦，输了。那些无微博哎，就在那个座位的底部收藏起来。啊，车大一点。对，车大一点点。然后我就发现有个我们错误了，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。因为要开门关门有一点难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子打开。啊，那无微博就全部带来了。你看极好用车大就是这样，MyV 就只可以堆起来吧。我就这个是睡觉的床，然后铺一个东西，再拿上来就看了，无微博就全部并起来了。OK， 看不到就是最佳收藏方式。对，看不到就算。對，睇唔到就冇存在噶啦。就是我不够高，因为我没有铺，所以我就只可以把那个箱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minimalist 版的豪华版的。
这个是超简易版的。然后我们的 fly sheet 其实大到有点奇怪啊，有点咩切切啦，纯粹是因为我们一直要抓中心点，然后又抓不到中心点，然后我们觉得反正就两辆车这样靠近嘛，方便我们走来走去这样子，所以就撵了过来这样子啊，就係咁啦，好簡單，非常的。然後我們還有一些裝飾品，以防萬一我們晚上的時候撞到。要來開箱，有人開箱。新的燈，還好來得及到呢。對，剛剛好。有沒有的？有人拿剪刀？然後要刀嗎？我有刀。我有好。然後講，我還想要 show off 一下我的刀。OK 啦，用你的刀，我的刀在前面。OK， 好來。的為了 camping 買的刀。很大把嘞，跟我的小巫见大巫，这个要小心用，应该。哇！哎呦。OK，Farmer Camp 的。鸡肉什么Go鸡肉买不到，买这个就好了。是哦，哎，Go鸡肉最近很多人買誒。对咯，很贵一箱。對，Go雞肉要貴，係咯，名牌係咁嘅啦。OK，有這個，有掉了掉。冇緊張，冇緊張。不專業的是這樣子。不專業開箱。對。真的是涼到。我就只是買這個燈罷了，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不要有那個衣服比較好。過後我又屁股癢，在想好像有衣服會比較好，因為在想要不要買，還沒有買啦。不過今日用住先。對，剛買用住先。看今天用了需不需要衣服？對，就是這樣子的情況啦。因為最近淘寶也沒有做 promotion。就快了，就快了，淘寶就快了。OK， 這個可以拆咯，據我所知，這樣。这个可以装上去这边，所以各位，我们真的很认真在开箱，因为他都还不知道怎样用。对，要研究一下这个，不懂怎么用。这个是装上去，可以装去那个 tripod 上面的，就可以这样子，然后站着，然后就站着，然后有个 cap， 那个 cap 来不及，现在才刚刚 declare custom 了。不用紧，说每一次你的 camping 都要新嘢到。还好，不是真的是每一次。OK， 我们就看一下，这个可以前面当 torchlight 用，我就可以这样子旁边。哇，好亮哦！ 然后可以换黄灯。是嘅。OK， 就没有了。OK， 非专业开箱。哎呦，看了 menu 过后，不是去看 menu 啊，应该是没有 menu 纸的，就去看那个买的那边。所以前面这个头就可以打开，转，打开了，你就可以放你这个 tripod 的接口，就可以这样子哦，就可以放任何 tripod 的1/4那个口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就可以放它站在桌子上，对的，或者是你有那种吊起来吊挂着的，或者有一些人有一碌东西很长，对，可以站在旁边那种，对，也是很不错。气氛灯，很多盏的话，我们就试看它亮度怎么样。好。今天的午餐 pasta 可以直接这样拿着吃了，自己一个人就是这样开心。就是很随便哦，我的就是这样子哦，instant 版面。然后讲吃，对我来讲吃卡波拿 pasta 要什么？一定要 Tabasco sauce。好吃的吗？哦，我的最愛，我跟你講。因為佢酸酸地、辣辣地咁樣，好開胃。是嗎？來，我還沒有吃，你可以撈一口。來，試下，我撈咗先，我仲未食嘅，你試一啖。係，可能你一試就愛上咗嘅。我在家鋪好了，裝不過來了。OK， 现在我们一望就是前面有一条所谓的小河，真的很小一下啦。其实真的很小而已，就是小小的河，小孩子 OK 啦，小孩子玩。
就真的是坐那边蒸脚罢了的。是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去蒸虾饺。Okay. 我带大家看，它真的是温泉，但是你敢跳去？我俾你1蚊你跳落去，然后原来就看一堆人在那边，然后原来那边才是可以下去的温泉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温泉。OK 哦，它的温度可以下去，可以下去，不是那种很热很热。不懂大家看得到，其实它会有烟出来的，中间的那一个，它真的是中间那一边应该是全烟，很热的。然后这是 second layer， 应该是给它降温了，然后再引去遥远的，看不到，就这里遥远的这里。可是真的是啊，有看到有烟了，有看到岛屿。是哦，这个是一个它这个温泉是我觉得应该温度会比较高的，然后刚才那个温泉是真的是人可以泡的。这个是应该是源头了。啊，对。然后应该我不懂可不可以啦，但我们可以试下拿鸡蛋来做 onsen egg， 我觉得应该 OK。下一集我们穿 onsen。对，其实这里还真的蛮大蛮阔嘞，是真的，只是这里就暂時不會露營啦，吵很多，要清一下。幫老細做下嘢啦，我哋自己清下咁樣。它真的好恐怖啊，好恐怖啊！一直給林狗籠啊，希望不要下雨了。啊，大家發生了什麼事？就是種子哦，沒有試用任何東西啊，絕對不要第一次就帶去 camping man。什麼鬼 sucker？ The product is sucks man。还好有我的朋友打救了我，刚才我整个那个沙克飞玩起来，然后哇，对 ，fly 去飞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之前笑人家 fly 去飞是这种叫报应啊，哇，那对我倒塌，然后现在重新和2人之力，啊，很好，还好啦，车一点点湿。然后现在开始继续煮东西啊！刚才实在是太紧张了，我一下子忘记。到现在，我现在吃饭时间 OK 了，跟我平时吃饭时间一样。本来还打算慢慢煮了，然后现在就会很狼狈的煮。然后刚才太紧张了，我明明就有雨衣，然后我就直接的冲出去啊！果然刺激，2天1夜不会咸。今晚的晚餐就变了炒板面，应该看起来很奇怪吧？然后还好我们一开始来到的时候，他还在想要搭一种小小个白色的那个 tent， 还好我们最后决定要搭这个 monster。对，所以哦，对，不要懒惰。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，camping 有很多时间的，记得搭好，慢慢搭 ，OK？ 绝对不要买便宜的东西，过后没有试用，直接就 camping 的时候用。我跟你讲，那 quality 打不了啊！哇，飞起来咩？现在还在下雨，所以猜一下，我们本来带好啤酒来的，结果老人家哦，现在要喝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喝金桔啊！係咪？然後我們的氣氛燈終於派上用場啦！終於打開了啦！你看，所以我就要給他拿拎這些燈，好亮哦，它的燈。
经历了一个晚上的暴风雨，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了嘞？果然，人就是要从失败中学习。四方形的果然不行，还是 A shape 的会比较抗雨。今天我的 buddy 不在，我就只好想象一下他之前做的 step， 然后自己泡咖啡，然后是 Stella 热情赞助了。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棚，其实可以算是 emergency 避雨棚。thunderstorm 的时候可以躲雨。进来的时候 ，owner 应该会在那边算 OK 啦，算 check in 啦，然后就带我们进来看我们的在哪里啦，我们的 campsite 是哪里？这边是其中一个，然后这边就是第二个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在里面一点是靠近厕所的位置。这边最重要的就是我真的有吓到没有蚊子。苍蝇很多，对。然后我们的防蚊帐是防苍蝇，不是防蚊子。对，苍蝇很多。对，不懂为什么。不懂为什么。可是苍蝇很乖啊，我们煮了东西它就拜拜就走了。有一开始煮就。对。可是那种很野蛮的人，我真心觉得你们不会那么的痛苦。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你们来到又会很多蚊子啊。可是我们昨天两个是没有什么蚊子，真没有什么蚊子啊。我很野蛮的也没有很多。还蛮凉快的，虽然它的树是这样子的树，有一点高跟树，但就不会是直接照到太阳哦。你可以看到那个影子就是这样子。So， 它遮蔽算是各个角度都不错，就是早上的时候晒一下，傍晚的时候晒一下这样子。So far so good。然后那边就是煮 onsen egg 的温泉。然后那一边才是靠近这个入口的温泉，才是给我们人泡的。入口处温泉这是泡不到的啦。然后再直走，旁边这边就是厕所，看得到我们的车吗？买的。厕所。是洗漱区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看 camp 的 setup， 然后超可爱的，你看啊 ，My V 的小小的，然后连那个后面的 Flash 也小小的，然后 Stella 的 Harrier， 然后它的那个 Monster Fly Sheet， 就是看起来就是完全舒服跟安全。我的就感觉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有一个有跟那个车有对比，就是车大，然后就 Flash 大，车小。就小，对 ，make sense。现在开始就要執東西啦。本来我们很 relax 的，然后忽然间我们的左邻右舍开始很认真，然后很快的執东西，我们就被 trigger 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悠哉。是啦，还在那边 search 等一下我们要去哪里吃螺面，结果，每次其实去露营大 tent 或者 set up 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啊，永远对，收的时候又要来啊！我就是那种超没有耐心的人，就是一下子要哔叭收完了，然后就收完了，然后还有那个能够收的
蚊帐。我跟你讲，这里哦，其实不是怕蚊子，是怕苍蝇。苍蝇实在是太恐怖了。然后就跟这个 trip 我们每一天重复的东西，我就是做一些超简单的东西啊，之后我们就看 Stella 表演。他吃完了我才开始。他吃完了我才开始，还有一点点。然后我已经煮好咖啡了，过后我又拿着咖啡一面喝咖啡一面看他煮咖啡，然后收东西也是我收好了之后我就看他收东西。耶、yeah 不是，纯粹只是我比较没有耐心而已。你看我们哦，收拾完的时候就是一张当仔。OK 啦，你还有水而已啦。OK， 我应该把水放进去，在里面吃一个当。这个要洗一下，不可以，因为我要收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要放在这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 fresh 都是这些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